三餐有難題，我嚟幫你解。大家好，我係美玉。上個禮拜天，我去街市買餸，經過菜檔，聽到個師奶同老闆娘傾偈，話尋晚個新抱返屋企食飯，佢諗住露一手，炒個土豆絲獻客殷勤。點知炒完出嚟，一碟嘢黑口黑面，爛溶溶，好似一劈糊仔咁。個新抱當場面都綠晒，個仔喺隔籬食，又唔係唔食，又唔係，場面尷尬到腳趾揸地。個師奶擘大個口，得個窿，打癲頭話：我明明切到手指頭痛，洗到成盆水白過牛奶，點解一落鑊就變成咁？我聽到忍唔住笑咗，但轉頭一想，呢個畫面係咪就係你屋企琴晚發生嘅慘劇？講起炒土豆絲，真係一道考牌菜。你話佢簡單，淨係薯仔一樣，切切洗洗炒炒，10幾分鐘就搞掂，邊個唔識？但係你話佢難，10個人炒，有9個都衰收尾。點解？你諗下嗰個畫面，你滿懷信心，將切好洗好嘅薯仔絲倒入鑊中，點知一落去，鏟子推都推唔喐，黐到個鑊底黑過塊炭，好似同你有仇咁。你出盡力鏟，炒出嚟軟塌塌，筷子一夾，斷到一截截，食落口好似食緊一碟薯仔糊仔，一啲口感都冇。最慘係盛上碟唔使2分鐘，碟底浸住一灘灰白色嘅黏水，望見都飽，邊個會有胃口？一家人望住碟嘢，個個度晒嘴，嗰種挫敗感真係食龍肉都冇味。你以為係屋企個爐頭唔夠大火，你以為係油放得唔夠多，你以為要買個幾千蚊嘅大鐵鑊先搞得掂。美玉今日話你知，全部錯晒。你只需要喺薯仔絲落鑊之前，用一碗特別嘅水浸一浸佢，再記住大廚先識嘅2次落醋秘技。就算你屋企用嘅係最普通嘅家庭細火爐頭，一樣可以炒出同大酒店一模一樣，根根晶瑩通透，放涼咗都照樣嘎嘣脆嘅土豆絲。想學先俾美玉點個讚，訂閱埋個頻道。我而家就由頭到尾教識你呢個白醋水晶脆絲法，包你今晚就可以喺屋企人面前威翻一次。各位老友記，要解決一個問題，首先要搞清楚個問題係點樣嚟嘅。點解你炒嘅薯仔絲會發黏、會發軟、會出水，好似同你作對一樣？我哋今日就嚟揭開佢哋嘅真面目，等你以後對症下藥，藥到病除。其實搞到你成鑊薯仔絲黐埋一嚿軟趴趴嘅兇手，唔係你技術差，而係薯仔自己本身嘅2種成分喺度作怪。你只要識得對付佢哋，就贏咗90%。第一個大壞蛋，表面嘅游離澱粉遇熱變漿糊，你哋有冇留意到？薯仔一切開，切口好快就會滲出白色嘅汁液，黏黐黐。咁呢啲就係薯仔細胞入面釋放出嚟嘅澱粉，我哋叫做游離澱粉。如果你切完唔徹底洗乾淨，當呢啲澱粉遇到滾熱嘅油，大概60度以上，佢就會好似食咗膨脹劑嘅怪物咁，瞬間吸水發大，變成一鑊黏稠到不得了嘅漿糊。你諗下，你係炒緊薯仔絲定係煮緊漿糊？梗係黐到個鑊一塌糊塗，搞到成 pat 嘢啦。呢個就係你成鑊嘢黏底，搞成一坨泥嘅物理真相，同你識唔識炒餸完全冇關係，科學嚟㗎。你唔信？你下次試下唔使薯仔絲直接落鑊，包保你鑊底黐到洗都洗唔甩。第二個大壞蛋，細胞壁入面嘅果膠，遇熱就軟骨。你食薯仔絲最中意嗰種嗦嗦聲嘅爽脆口感，你知唔知係邊個俾你㗎？其實係靠薯仔細胞壁中間一層叫做果膠嘅物質撐住。呢個果膠就好似大廈嘅鋼筋咁，支撐住成個結構，令到薯仔絲挺身企喺度。但係果膠好怕熱，一遇到高溫就會分解軟化，鋼筋斷咗，大廈就塌，薯仔絲自然就軟趴趴，好似瞓咗覺咁，冇晒口感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咁點解用白醋水浸就得呢？呢個就係大自然俾我哋嘅智慧喎。你唔好睇小呢滴白醋啊！白醋入面有醋酸，係一種弱酸性嘅環境。當你將切好嘅薯仔絲浸入加咗白醋嘅凍水入面，呢個弱酸環境會令到果膠變得硬淨，好似幫佢哋着咗件避彈衣咁，加固咗成個細胞壁結構。咁樣無論你之後喺鑊度點樣大火翻炒，點樣拋鑊，呢層盔甲都可以鎖住入面嘅水分，令到每一條薯仔絲都挺身爽脆，絕對唔會回軟出水。呢個就係白醋浸泡法嘅科學奧秘，簡單到你都唔信，但係真係好使好用，聽過一次就一世都唔會忘記。
知道原理之後，你仲要避開3個幾乎每一個家庭主婦都會犯嘅致命錯誤。如果你中過任何一招，聽日開始就要改，唔好再犯。美煜行勻咁多街市，同咁多師奶傾過偈，發現大家炒薯仔絲失敗，來來去去都係衰喺呢3點。你睇下自己有冇中過？我估你至少中一樣錯誤：一貪方便。用拆絲器刨絲，以為快就係好。而家好多後生女貪快貪方便，買咗個刨絲器返屋企，薯仔一捽就成盤絲出嚟，好似好犀利。但美煜同你講，呢個係大忌中嘅大忌。刨絲器係用金屬孔硬生生將薯仔擠壓撕裂出嚟，呢個過程會暴力破壞薯仔周圍所有嘅細胞壁，就好似將一間屋拆到爛晒咁。細胞壁一爛，入面嘅汁水同澱粉就瘋狂外溢。你點洗都洗唔清，落鑊必定軟爛如泥，一塌糊塗。你刨出嚟嗰啲唔係薯仔絲，係薯仔爛溶溶，一定要用手切手，切出嚟嘅薯仔絲邊緣平整光滑，細胞壁保存完好，先保得住嗰種爽脆嘅口感。你唔好驚切得唔好，切多幾次就熟練噶啦。邊個天生識切餸，都係練返嚟嘅。錯誤2：切完只係用水隨便沖一沖，求其了事，甚至唔洗就直接落鑊。好多人以為薯仔絲切完沖一沖水就夠，但係咁樣只洗得走表面大很易濕嘅澱粉，剩低嗰把濕嘅一樣喺度等你。你試諗下，咁多澱粉落鑊，唔黐底就假啦。呢啲澱粉就係漿糊嘅原材料，你落幾多油都冇用。正確嘅做法係要洗到盤水清澈見底，好似礦泉水咁清，一啲白色都冇，咁先算合格。如果水仲係白蒙蒙，即係澱粉仲未洗乾淨，繼續洗，換水再洗，唔好爛呢1分鐘。錯誤3：薯仔絲一落鑊就心急落鹽，以為早落早入味，呢個係最多人犯嘅錯誤，亦係最致命嘅錯誤。好多人一放晒啲料落鑊，手快快就一羹鹽撇入去，心諗早啲入味，炒出嚟就香。但係你知唔知鹽會產生好強大嘅滲透壓，即係話鹽一放落去，薯仔絲細胞入面嘅水分會瞬間俾鹽嘅威力扯晒出嚟，好似擰乾毛巾咁。你炒嘅就唔係炒薯仔絲，而係水煮薯仔絲，啲水出晒嚟，成鑊嘢濕立立，啲絲當然軟到趴喺度，似足一劈爛泥，點會脆？記住，鹽一定要最後先落，等薯仔絲炒到差唔多熟先落，呢個係鐵律，千祈唔好破戒，避開咗呢3個坑。恭喜你，你已經成功咗一半。跟住落嚟，美煜會用4步法，帶住你由頭到尾，一步一步炒出一碟零失敗嘅水晶脆絲薯仔，包你以後成為屋企嘅薯仔絲之王。呢4步係美煜炒爛過幾10個薯仔，倒過無數碟失敗作品之後，總結出嚟最簡單、直接、零失敗嘅方法。你只要跟住做，我包你一次成功，以後餐餐都可以炒出靚到反光嘅薯仔絲。第一步，刀工規範切出火柴棒厚度，唔好切得太幼或太粗工，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首先你要有把鋒利嘅刀，鈍刀切薯仔又辛苦又切得唔靚，仲要好容易切親手指。為咗安全，把刀一定要利，將薯仔去皮洗乾淨。呢度有個小貼士，你先喺薯仔底部切一薄片，等個底變平，咁樣放喺砧板上面就唔會碌來碌去，切起嚟就安全好多。唔怕切到手指，呢招好重要，尤其係俾啲初學煮餸嘅朋友，跟住順住薯仔嘅長度，將佢切成大約1頂猛到2毫米厚嘅薄片。切片嘅時候要盡量切得均勻、厚薄一致，咁樣之後切出嚟嘅絲先會粗細均勻，受熱先會一致。切好片之後，將薯仔片斜斜咁推平疊齊，然後切成好似火柴棒咁粗幼嘅細絲。記住美煜嘅口訣，唔好太幼。太幼一炒就縮水，食落冇口感；唔好太粗，太粗受熱唔均勻，裏面未熟，外面就爛。火柴棒嘅粗細就啱啱好，大概2毫米左右，受熱均勻，口感最清脆，食落去先會嗦嗦聲，爽過食薯片。第二步，兩洗一泡白醋冷水浴。當果膠着返件避彈衣，切好絲之後，即刻進入最關鍵嘅清洗浸泡步驟。呢步做得好，成功咗80%，你一定要俾心機做足。第一洗，將切好嘅薯仔絲即刻放入一個大盤入面，加入凍水，水要浸過薯仔絲，然後用你隻手順時針方向快速抓洗15秒，你會見到啲水即刻變得白蒙蒙，好似牛奶咁。呢啲就係澱粉水，
將佢倒掉，唔好留。第二洗，換一盆乾淨嘅凍水，再次將薯仔絲放落去，用手輕輕捽下佢，再塗洗一次。呢次要洗到盆水變得清澈見底，即係話你再睇唔到白色嘅渾濁，水清到可以見到盆底為止，咁先代表表面嘅澱粉已經洗得乾乾淨淨，一粒都冇剩。關鍵一步泡醋，洗到水清之後，唔好急住撈起，喺盆清水入面加入半湯匙白醋，大約5到10毫升，即係普通匙羹半羹左右，攪勻佢，然後將薯仔絲浸喺呢盆白醋水入面，浸足3分鐘。呢3分鐘就係果膠着避彈衣嘅黃金時間，等醋嘅酸性慢慢滲透入去，加固細胞壁，令佢哋變得硬淨。3分鐘一到，就將薯仔絲撈起，用個筲箕裝住，然後用力揈多幾下，將表面多餘嘅水珠盡最大可能揈乾。呢步好重要，如果表面水滴滴，落鑊嗰陣會降低油溫，又會導致蛋油炒出嚟都冇咁香口。你一定要揈到佢乾身為止。第3步。調鍋與第一道醋，高溫氣化鎖脆，聽到吱啦一聲就啱啦。而家輪到開鑊炒啦，呢度開始就係大廚嘅表演時間。將隻鐵鍋燒熱，燒到冒煙，然後落油炒薯仔絲。美玉建議你用少少豬油，如果冇用花生油都得，用豬油炒素菜特別香特別入量。炒出嚟嘅薯仔絲會有一種獨特嘅芬香，好正㗎。酒樓都係咁做，油熱之後轉細火。先落乾辣椒段同幾粒花椒，慢慢煸出香味，聞到辣味同麻味之後，就落蒜末同蔥絲爆香。呢個時候，成個廚房都會香晒，隔籬屋都聞到。跟住轉最大火，將瀝乾水分嘅薯仔絲一次過全部倒入鑊中。呢下動作要快要準。呢個時候記住美玉教你哋靈魂動作。第一道醋，薯仔絲一落鑊，你翻炒2下。就要即刻沿住滾燙嘅鑊邊淋入1茶匙香醋或者白醋。你聽唔聽到嗰下吱啦一聲？呢個就係醋酸遇高溫瞬間氣化嘅聲音。高溫令到醋酸變成酸性蒸氣，快速包裹住每一根薯仔絲，喺表面形成一層保護層，極速鎖住表皮嘅脆度。呢個就叫做熱醋擊脆，係大廚先識嘅秘技嚟㗎。今日美玉無私咁教咗俾你。第4步。猛火快炒魚，第2道醋撇灑室後放鹽，30秒極速出鍋，慢1秒都唔得。落完第1道醋之後，繼續保持最大火，用鑊鏟快速翻炒。呢個時候手要快，眼要準，唔好停，好似打仗咁，炒大約30到40秒。你會見到薯仔絲由原本嘅白色慢慢轉變成半透明狀，呢個就代表佢差唔多熟啦。跟住加入你中意嘅配料，例如切好嘅青紅椒絲。一來配色靚，二來增加口感，望落都開心啲。記住呢個時候先好落鹽，加入1小巧鹽，再加少許白糖，糖可以中和酸味，提鮮回甘，令味道更有層次，唔會死酸。加半勺生抽增色，快速翻炒均勻，等啲味滲入去。最後收尾絕招，第2道醋。喺出鍋之前最後5秒，再沿住鑊邊烹入半勺香醋或者陳醋。呢次落醋，係要令佢嘅香味喺高溫下爆發出嚟，提升成碟餸嘅香氣層次。而家唔係要酸，係要香，快速翻炒5、6下，等醋香均勻包裹住每一根薯仔絲，即刻關火盛上碟。到呢一刻，你已經成功咗，炒出嚟嘅薯仔絲根根分明，晶瑩剔透，香到隔籬屋都聞得到。你屋企人肯定對你刮目相看。當你將碟薯仔絲擺上白瓷碟，個賣相已經贏晒成條街。喺自然光底下，每一粒薯仔絲都泛住透亮嘅光澤，好似水晶絲咁靚。碟底乾乾淨淨，冇半滴多餘嘅水灘，淨係望見都已經流晒口水。影張相放上朋友圈都大把人讚。最正嘅係聽佢嘅聲音，你夾起一筷子薯仔絲，送入口中嚼下第一啖，咔嚓咔咔嚓，嗰種清脆到不得了嘅聲音，爽脆過食薯片，好聽過音樂，咬落去。薯仔絲爽脆多汁，帶住淡淡嘅焦香同酸辣，微酸開胃，後尾仲有一絲絲回甜，層次感豐富到不得了，食完成個人精神晒。最緊要係，就算你放喺度食完一餐飯，半個鐘之後，佢依然係挺拔爽脆嘅，絕對唔會塌軟出水，唔會好似以前咁變成一碟薯仔糊，攞嚟送飯送酒，全家人都會爭住夾，食到舐舐脷，連汁都撈埋碟底，乾乾淨淨。呢個就係成功嘅標誌。各位老友記，
你話係咪？廚房入面最動人嘅功夫，往往唔係用幾貴、幾名貴嘅食材，而係你點樣對待一顆2蚊雞嘅普通薯仔。你用心對佢，佢就會用美味回報你。生活都係一樣，有時我哋覺得日日煮飯好悶，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味，好冇意思。但只要你願意多花少少心思，掌握多少少合適嘅火候同節奏，就算係最平凡、最瑣碎嘅柴米油鹽，都可以變出令人驚艷嘅味道，將最普通嘅日子過到有滋有味、有聲有色，就好似今日呢碟薯仔絲咁平平凡凡，但係只要用啱方法，佢就可以發光發亮。而家呢個季節，薯仔當造，又平又靚，街市10蚊就買到幾大個，買返屋企又耐放。你買啲返屋企試下美玉今日教嘅呢個白醋浸泡魚2次烹醋法，保證你以後炒薯仔絲百戰百勝，再都唔使怕黐底發軟，餐餐都可以食到爽脆嘅薯仔絲。好啦，今日美玉教嘅水晶脆絲土豆絲就講完啦。呢個方法簡單易學，一學就識，一識就成功，絕對係廚房必修課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幫美玉呢篇文章點個讚，等更多為炒薯仔絲頭痕嘅朋友都學到呢招，一齊脫離苦海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快啲撳一撳下面個掣，打開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美玉每期帶俾大家嘅煮食秘笈。以後每星期都有新嘢學。最後，美玉好想問問大家，你哋平時炒薯仔絲最中意食咩口味？係酸辣味開胃啲，清炒蒜香味清淡啲，定係加埋青椒肉絲一齊炒豐富啲？又或者你哋有冇啲阿媽教落嘅獨門秘方，想同美玉同其他街坊分享下㗎？歡迎喺留言區踴躍留言，一齊傾下偈，交流下炒餸心得，我哋互相學習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